来看国际消息，美国乡村町联名名校之一布朗大学，伫咧12月13下晡发生枪击案，至少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也凶手至卖也未抓到。FBI 是赶紧伫咧网络设立检举的平台，呼吁民众来提供线索。也案发现场苏当时拄好有咱台湾的博士生伫咧做实验，伊甲媒体讲，伊秘伫桌仔骹秘2点钟才脱走。 枪击案发生伫美国东部时间13日到4点26分左右。枪手行入去布朗大学巴鲁斯加霍利高校大楼1楼的大教室，对正伫咧考级外考的学生开枪扫射，有10个学生着枪，1个人互碎片挂着伤。监视器有翕到凶嫌离开现场的画面，伊穿乌衫，差不多30几岁人，掩过面生做啥物形看袂清楚。 地方甲联邦出动400多位野证的执法人员，伫学校一个附近的社区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学校伫官方公布10个月封锁区域，叫这个区域内面的学生也个民众，踮在室内莫出门，但执法人员协助因撤离到安全的所在。 布隆市人真多，市中心大路怎么规个拢无人，只敢全4条警示顶的警车加消防车。 We have two priorities right now as a community. One, to bring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le to justice, and two, to pray for the full recovery of those affected. The Brown community's heart is breaking. And 伫布隆大学读工程博士学位的台湾学生简钢琴。 代志发生起当阵，人多伫咧附近的实验室工作。伊甲美联社记者讲，伊比伫咧桌仔骹要到2点钟。I was working in the lab with my 3 other friends. It's an overwhelming week for us, and I was in the middle of working, and my friends told me that they received a notification of a shooting incident just 1 block away from us. So we decided to close all the doors and turn all the lights off and hide under the desks and wait for the next notification. 伫东华罗德岛的布隆大学是乡村顶名校之一，有11000位学生。这是罗德岛自2008年到呾又搁发生校园枪击案。独立分析网站正海暴力档案的统计，讲今年到即马，全美国已经发生389件大型枪击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